呢個國家曾經同清政府一樣，俾洋鬼子蝦到一隻鵪鶉咁，後嚟將自己變成半唐番不但止，仲蝦翻班鬼佬轉頭。咁點解明治維新可以成功，而我哋嘅洋務運動就不了了之呢？日本成為暴發戶之後，係點樣一步步道德淪喪到視生命如草芥嘅呢？今集社長同大家話說日本嘅崛起與淪喪。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啊！上回講到社長特登頂風作案，飛咗一趟嚟日本收集資料，打算做一集長篇嚟講下日本嘅崛起與淪喪。今期就正式開波，我哋從200年前開始講起。喺19世紀中期，日本處於德川幕府統治下嘅江戶時期。自1633年起，德川幕府為咗鞏固統治，學我哋清朝搞鎖國玩自閉，淨係開放長崎港俾荷蘭同埋中國通商。呢種封閉政策雖然帶嚟咗內部管治嘅相對和諧，但亦令到日本喺科技、軍事以及政治制度上遠遠落後於工業革命後迅速崛起嘅西方列強。當時大和民族對外部世界翻天覆地嘅變化幾乎一無所知。日本人呢種糊裡糊塗嘅生活方式持續咗200幾年。直到1853年嘅7月8日，嗰日馬修佩里准將率領4艘美國軍艦組成嘅東印度艦隊駛入咗東京灣，因為班鬼佬嘅船身搽咗黑色嘅防腐塗層，成隻船黑古勒特，再加上蒸汽動力燒煤噴黑煙，同日本傳統木船嘅色水差距甚大。未見過世面嘅日本土著幫呢幾隻船起咗個朵黑船。當時黑船嘅出現同發現外星人差唔多，日本仔就從來未見過咁先進嘅軍艦。日本爆發咗全國性嘅恐慌，婦女同埋細蚊仔都唔夠膽出門口，寺廟鐘聲齊鳴，武士們磨刀備戰，隨時準備切腹。驚還驚，日本仔仲係例牌通知班鬼佬去長崎辦手續。點知呢位黑船長啊，唔似以前班西方傳教士咁講禮貌，講晒粗口咁滯啊，硬係要就地登陸，並且派軍艦深入到東京灣，耀武揚威，掃下腹肌。7月14日，美國嘅代表喺九里濱舉行咗正式嘅國書遞交儀式，佩里率領300名全副武裝嘅水兵登陸，將時任美國總統嘅親筆國書遞交咗俾幕府代表。國書用少女藏刀嘅語氣要求日本滿足佢哋3個願望。首先，呢班矮仔要開放港口俾我哋隨便 shopping， 然後你哋要錫住我班船員，最重要嘅係你哋要俾美國嘅商船喺日本進行自由貿易。哇，咁你真係硬嚟嘅呢？係啊，我哋美國人日嬲都係咁噶啦，100-200年後都係。阿佩里就話啦，我俾時間你哋考慮，出年春天嘅時候，我再過嚟聽你哋嘅好消息，順便過嚟睇櫻花。明年春暖花開日就係我哋再會之時。咁當時日本邊個話到事呢？天皇扯線公仔嚟嘅啫。將軍德川家慶當時又病到七彩，冇幾耐仲瓜埋添。於是嚇到腳震嘅幕府被迫打破將軍話晒事嘅傳統，向天皇同埋各地大名徵求意見，統治權威受到嚴重嘅衝擊。最後嘅結果係點樣呢？雙方經過咗個幾月嘅談判，終於喺1854年嘅3月31日喺日本嘅橫濱簽訂咗日美和親條約。主要嘅內容包括開放下田同埋箱館2個港口，為美國船隻提供補給，同時美國單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即係日本將來比任何着數過其他國家，美國都有份。呢份條約係日本同西方列強簽訂嘅第一條不平等條約，標誌着日本鎖國時代嘅終結。從此之後，日本雖開有條路，其他列強包括英國、俄國、荷蘭等國紛紛學到嘢過嚟抽水，同日本簽訂咗類似嘅條約。呢度就係當年佩里率領黑船隊登陸嘅地點，而社長身後面嘅就係橫須賀市九里濱佩里公園紀念碑。紀念碑上面有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嘅親筆手書。日本仔都幾搞笑喎，俾人蝦仲要搞個紀念碑，驚死冇人知咁。估計佩里在天有靈都估唔到，自己作為入侵者，居然喺日本可以有咁嘅待遇。當其時，美國嘅黑船就係從呢個方向駛過嚟嘅。唔知道我哋嘅福建艦幾時得閒過嚟遊下船河呢吓？我哋當年簽埋晒嗰啲不平等條約之後，就覺得係恥辱，係我哋嘅屈辱史。而日本簽完呢啲不平等條約之後，就覺得俾人哋點醒咗。黑船事件暴露咗幕府嘅軟弱無能，同時帶嚟咗強烈嘅民族危機感，令日本嘅有識之士深刻認識到，唯有進行徹底嘅社會變革，先至可以避免重蹈中國喺鴉片戰爭後淪為半殖民地嘅覆轍。
黑船事件之後，國內嘅輿論好唔妥呢個廿文廿武咗200幾年嘅幕府將軍，各地諸侯決定推翻呢個中間商，直接跟天皇揾食。成個推翻幕府將軍嘅過程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尊皇攘夷運動。尊皇就係尊奉天皇，要將政治權力從德川幕府手中收歸天皇。攘夷就係驅逐外夷，唔承認同西方列強簽訂嘅不平等條約，仲要趕班鬼佬扯。咁即係要打鬼佬噶咯喎，打唔打得過呢？輸到貼地啊！主要係1863年嘅薩恩戰爭同埋1864年嘅4國聯軍下關炮擊事件，主張攘夷嘅薩摩藩同埋長州藩遭受咗毀滅性嘅打擊。卒之班日本仔發現打唔過，於是就投降輸一半。但係佢哋諗下咁樣落去唔係辦法㗎喎，要想以後唔俾人蝦，首先要推翻左頭左勢嘅德川幕府，然後跟鬼佬學嘢實現富國強兵，於是就進入咗第二階段。倒幕運動，倒幕派嘅主力係一班富有遠見同埋魄力嘅中下級武士，譬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以及木戶孝允。呢個木戶孝允又叫桂小五郎，有睇過《浪客劍心》嘅社員應該知道，佢就係當年睇中劍心嗰位老細。倒幕派同埋幕府軍中間經歷咗一系列嘅明爭暗鬥，最終喺京都嘅南大門、伏見街道同埋鳥羽街道發生咗決定日本命運嘅關鍵一戰——伏見鳥羽之戰。當時嘅幕府軍以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首，包括會津藩、松明藩等親幕府嘅軍隊，兵力大約係1.5萬人；而倒幕派就以薩摩藩、長州藩為主，但係兵力得個5000人左右。幕府軍人多勢眾，3個打佢哋1個。1868年嘅1月27日傍晚，兩軍喺伏見、鳥羽兩地幾乎同時交火。倒幕派雖然人少，但係喺鬼佬處入咗批新貨，裝備先進過幕府軍。關鍵係倒幕派背後有天皇撐腰，扯住象徵天皇權威嘅錦之御旗。幕府軍見對面扯晒天皇之旗咁名正言順，自己反而做咗反派啊！即刻頭耷耷，士氣徹底崩潰，好多人仲即刻轉軚添。調轉狗頭，大義滅親。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見大勢已去，喺1月30日深夜從大阪港坐軍艦着草返江戶，群龍無首嘅幕府軍輸到撲街，而倒幕派就取得咗最後嘅勝利。伏見鳥羽之戰嘅勝利，終結咗德川幕府260幾年嚟嘅封建統治，確立咗日本嘅天皇集權體制，而倒幕派就成為咗維新派，終於可以放開手腳改革啦。由於當時嘅天皇係明治天皇，所以呢場改革史稱明治維新。呢度就係日本天皇住嘅地方，叫做皇居。皇係天皇嘅皇，居係戇居嘅居。嗱，既然社長嚟到皇居咧，就順帶提一下，日本天皇被認為係神嘅後裔。佢係唔需要遵循凡人嘅姓氏體系嘅，佢同普通老百姓最大嘅區別就係佢係有名無姓嘅。譬如明治天皇叫做木人，昭和天皇叫做裕人，而家嘅令和天皇就叫做德人。簡單嚟講，日本嘅天皇都係冇人性嘅。1868年，明治天皇木人頒布5條誓文，平都東京，一場長達40幾年嘅系統性改革正式開波，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細節社長就唔多講啦，自己截圖慢慢睇啊。明治維新嘅核心方針係富國強兵，而且係強兵優先。明治天皇解散舊式武士軍團，仿照德國同埋法國嘅模式，實行徵兵制，建立常備陸軍同埋海軍。徵兵制將軍隊同埋國民綁定，忠君愛國嘅軍事教育滲透到社會嘅各個層面，令到國民形成咗服從權威、崇拜武力嘅價值觀。呢種價值觀最終孕育出日本特有嘅畸形意識形態——軍國主義。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迅速完成咗工業化，廢除咗一系列嘅不平等條約，成為咗亞洲第一個，亦都係唯一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咁點解人哋日本明治維新可以咁快上位，而我哋無論喺洋務運動或者係辛亥革命都要搞到咁曲折離奇呢？除咗因為清廷落後腐敗改革唔夠徹底之外，好重要嘅一點就係因為日本走咗一條捷徑。呢條捷徑用1個字就叫做搶，2個字叫做侵略，4個字叫做軍國主義。喺文化層面，日本政府通過教育同埋媒體向國民灌輸戰爭光榮，
民族優越論等嘅思想，將服兵役視為公民嘅最高義務，貶低和平主義同埋人民精神。當時日本嘅中小學教材充斥開拓萬里波圖、報國威於四方嘅無恥擴張思想，班架仔自細就中意打打殺殺。喺經濟層面，明治政府大力扶持軍事工業，而家我哋耳熟能詳嘅日本品牌，包括三菱、日立、東芝、豐田等等。二戰期間，靠製造軍事裝備大發國難財，財閥通過軍工生產獲利，形成戰爭紅利驅動嘅利益集團，推動日本不斷對外軍事擴張。1874年，日本侵略中國台灣，清朝嘅守軍打唔過日本仔，被迫簽訂北京專約，賠償日本50萬兩白銀。日本仔賺到明治維新之後嘅第一桶金。1879年，日本正式廢除琉球藩，改為沖繩縣，琉球王國滅亡。1894年，日本借朝鮮東學黨起義，要保護僑民為名出兵朝鮮，逼清朝撤軍遼交打。同年爆發甲午中日戰爭，結果就係大家都知道㗎喇。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以及澎湖列島俾日本，仲要賠償日本軍費白銀2.3億兩，相當於當時日本4年嘅國家總收入。發咗咁大筆橫財，班架仔仲唔食住想搞大佢？於是喺1904年，日本直接同當時強極一時嘅俄國開片，要爭奪中國東北同埋朝鮮嘅控制權。點解當時日本仔咁大膽，要同領土大距離成100倍嘅北極熊隻抽呢？因為要上位咯。嗱，呢一位東鄉平八郎就曾經講過，同俄國人開戰就係亡國嘅興費在此一戰，輸咗就係拋頭露面，贏咗就係出人頭地㗎啦。日本政府為咗籌集軍費同俄國死過，強行加稅，當年所得稅就增加咗40% 以上，地稅加徵超過50%。結果日本海軍出乎意料咁樣殲滅咗俄國強大嘅波羅的海艦隊，俄國割讓庫頁島南部俾日本，並且承認日本喺朝鮮嘅殖民控制權。1910年，朝鮮正式俾日本吞併，成為日本嘅殖民地。日本亦都成為咗世界近代史上唯一喺海外建立過殖民地嘅非白人國家。短短30年，日本由一個俾鬼佬蝦嘅落後島國，搖身一變成為全球 GDP 第10嘅國家，同時仲同英國簽訂咗英日同盟條約，加入咗帝國主義列強呢個愛生士家庭。由於軍功卓越，又為國家賺咗咁多錢，軍部嘅影響力仲勁過內閣，權力僅次於天皇。到咗1932年嘅5月15日，一班年輕嘅軍官由於對內閣不滿，居然直接殺入咗首相官邸，懟冧咗當時嘅首相溫和派嘅犬養毅。喂，殺人係咪要填命啊？其他地方就要，日本就唔使。當時全國幾十萬人為兇手請願，幾個兇手居然唔使填命，淨係坐下監就算啦。喺當時嘅日本，只要大家覺得你夠愛國、夠忠於天皇，殺人係唔使填命嘅，哪怕你做瓜咗國家元首，對自己有嗰個冇人性，更何況俾佢侵略嘅其他國家啦。從1874年日本侵佔台灣開始計，到1945年日本天皇簽署終戰詔書，綜合多方史料嘅推算，日本喺亞太地區導致嘅死亡人數超過咗3500萬，死亡原因涵蓋直接屠殺、戰爭導致嘅饑荒、疾病傳播、強制勞工迫害等等。日本嘅軍國主義對中國、對亞洲甚至對全世界都犯下咗罄竹難書嘅罪行，但係日本人認唔認罪呢？當年川山富士就差啲代表日本向全世界認錯㗎啦，點知就硬兜兜俾一位33歲嘅女國會議員頂返返去，而嗰位國會議員就係今時今日嘅日本女首相高市早苗啦。やっぱり反省の気持ちはね、表すのは当然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日本歷史上曾經有5位在任嘅首相向當年被侵略嘅國家道歉，以後估計會陸續有嚟，但係肯定冇佢份。嗱，社長身後呢個就係史谷紀念館，亦都係當年東京審判嘅所在地。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坂垣征四郎同埋松井石根等等日本甲級戰犯，就係喺裏面被判處死刑㗎啦。關鍵係呢批殺人如麻嘅甲級戰犯，居然仲俾供奉喺神社裏面，定時定候有不知好歹嘅善男信女過嚟參拜，包括埋而家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明知道裏面供奉住咁多甲級戰犯，高市早苗都仲係要去參拜。咁即係想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啫。
而喺有限嘅東京審判展品裏面，社長見到印度法官帕爾嘅相。帕爾係審判中唯一主張被告全體無罪嘅法官，佢嘅觀點經常俾日本嘅右翼勢力引用，用嚟質疑東京審判嘅合法性。係打仗係要殺人，但係唔代表係啱嘅噃。你睇下人哋德國啦，道歉得幾徹底，但係濫殺無辜，仲要殺得咁變態之後，居然覺得自己冇做錯，呢啲先係真正人性嘅淪喪啊！社長都去咗一趟日本嘅防衛省，了解佢哋所謂自衛隊嘅情況。其實日本仔仲係喺度私底下招兵買馬，發展軍力，更何況仲有美國喺背後撐腰。社長諗下，既然都嚟到日本頂風作案咯，不如就直接殺入佢哋嘅美國海軍基地度觀摩一下。大家睇下佢哋嘅美軍基地，有核潛艇，有軍艦，又成，聽講仲有航空母艦添，真係同日本仔打唔驚啊！就怕佢哋契爺出手，唔係怕打唔贏，怕生靈塗炭啫。嗱，知你哋唔夠噶啦，社長計劃再出一集30分鐘嘅超長篇嚟詳細講述中日嘅千年恩怨。想睇嘅朋友記得關注社長啦。今期先講到呢度，下期見啦！